于桥非常独特。对，我在客家第一班听到有这样子一个声音，太棒了。山过了长南去了。年后担任志工啊，买小天使啊，什么是这边老天使的什么小天使？Older Angel。大擂台，老人跳下哎，大家乡亲，大家好哦！嘿，今日高压淘汰赛亲密一礼拜，最后一礼拜嚟咯，禮拜啦，哦，快一禮拜啦，禮拜輕鬆嘢啦。希望今日大家可以順順利利攏過關，好冇？淘汰賽比賽規則，參賽者各創一首歌嘅分數88分以上，就得過關；分數冇達到88分，暫時淘汰。喂，今日今日比賽哈，比賽之前嚟介紹我哋評分現場。一格雪先生，徐思飛先生，總飛先生，羅國立先生。係比賽之前，先有請到一格雪先生嚟講一下規則。俩禮拜是天每禮拜咧嘛吼，所以他咁樣提哦，中國基本功夫，一定要準備好些咧。體育總會是講莫犯錯，然後自家嘅實力好表現出來，然後咧不用緊張，加油！好啦，今日有請到 TV 參賽朋友陳飛文帶來法書下。哇，好燙，嚟燙下。法書下唔識彈歌幕。法書下都挺愛，從細到大對學校到屋下，對屋下到學校會經過嘅地方，有愛簽到同人嘅紀念，希望今晡日可以順順利利將一條歌嘅唱出來。
俺就唔讲法，啊就看你爹做买，法术下你是洗衣店的，洗衣店送衣服来的。家杜方有描写到蓝山嘛？嘿，对呀，所以蓝山就送出来呀。对呀这。是美浓的美，哦，对呀，奇怪哈，为什么美浓才有这个蓝山呢？我们因为其实北部好像没有听说过有这个东西。哦，可对啊能还有我哋個傳統啦，個神都哩，山度哦，空多山度方係誒，看到神都，所以保持嗰度傳統嘅東西。唔係動腦熱嘅，對不對？頭擺雖然總督哩就一條路鬧熱嚟，就係法術下嘅團最鬧熱。哦，哦那個法術啊，有真的有一個地方。係啊，就睇面龍骨self 頭前嘅團，佢做法術下。嗰條路啊，都乜嘅路？用銀路永安路。係。哦，啊有一條樹嘅啲嘅。頭擺嗰條樹我記得係呢鳳凰木。凤凰木係哦個太你有印象嗎？你美濃人呢？我没什么印象啦，因为我吃糖讲法术下，下摆我糖多人讲，也爱送去法术下，哎呦，对哦，就像去蘇州賣鴨蛋的意思，錯嘅。之类的，对对对。對。來，我今天這個也唔準備嘅嘛，哈，誒，也2、3年萬年呢。嗌橋尾嘅。橋尾。橋尾做嘅啊？啊，橋尾也行出來嘛？行出來。行出來哦，我呢度寫啊。85嚟吧。哦，85，所以1、2、3期特別唔去提前啊。喺以前學校放民族舞蹈表演嘅時間，係。依家係齋。但是我有去過有問過哈，係藍衫有分3種嘛。係一般嚟講也係細妹啦。細妹。人結婚咧也係唔請結婚嘅。哦，這含少女、小姐、少婦 virgin 的時候。係。即係我出邊個衰男士咧。都可能結婚過後有養細人嚟後。哦，安尼也佢做唔得咧，也忘記佢冇辦法。咧就。佢做唔得嚇。而家冇安尼款嚟啦。其實可以啊，係行出去要做。哦，所以佢係分咗3種無共樣嘅寫住無共樣年紀嘅人嚟做啊你。好。所以也有意思哈。哎呀，都有意思哈。係啱講境界講也可以完全談唔下意。哎呀，上董事合創一條歌，創到黨有彌陀，結果哎呀。對啊，飛雲這陣聲音好棒，好乾淨。最強嘅事情就發生了咩？哎，人心作作啊，作作去法術好啦。講落去中黑腳啦嚇。嚟睇一下先生嚟講片啊你。講下見邊大爽，見邊真係大爽。阿公法術下。實在講哦，飛雲聽到的時候，唔過我要強調一點哦，有幾個要點一定要注意。第一點就是講，你創到中國家的尾音，做唔得創法術啊，做出變的。你要把口哈這種有彈性的東西要做出來，每一個音的長音，其實中國家音跟客家話每一個字的咬字都是從開口到閉口都有一個一定的規律，你要讓佢做出來哈。你根本的表現，我本嘅分數是講，你好嘅表現，扣掉你的犯錯之後，呈現出來是我本嘅分數。好，勇敢來看，請飛雲嘅分數。一種分數幾下擺嘅哈，真的。前面22都落個啲，現在是22也是唔應過都唔應過。因為他只有唱羅斯福，冇落個啲啊，有一個落個啲喲。啊，冇唱到落個啲啊，對。孩子。唔怕，看要敗部復活，線上一段糾正啦，好嘛？啊，按住些，睇些哈。啊，橋尾上。對，橋尾帶轉移。帶轉移。好好保存。保存，也真係動要記得呢。係啊，好嘛？按住些。好啦，可以做消息。好，殺下來。馬雪妮帶來客家妹嘢。來，彈下啦。
上班都平时唱歌的时间，平常欣赏就讲我的戏目当中，转去多运动，转去呢我就早晨就起来多运动跑步，增加我的肺活量。今天呢，我带来这首歌叫《哈嘎莫耶》，希望能够得到好的成绩，谢谢。亚术歌诶，吼，佳佳拿出去都被比赛呢。哎呦，哎呀，亚跳歌呀，亚术歌诶，最拿手的。你也只有101首了。是啊，是啊，真紧啊！没有啦，吓我一跳。啊，俺那这样一条的呢，一手跑遍天下。我比较熟的啦，比较熟的。那你不叫熟的还剩几首？应该没有，应该还有2、3首，还有好几首，不熟的够了，够了，做了练啊，对吧？有办法练到那个坐到那个卫冕者宝座了哈。OK 啦哈，试看看，要有信心呐，对不对？信心。对呀。啊，阿锦还有在工作吗？当保姆，帮人家带小孩啊？对呀。哦，带几个？一个。哦，一个啊，那个好朋友的吗？还是？对呀。是啊。所以你这是因为现在闲没事干啊？对呀，加减唱歌。对呀，然后帮朋友带小孩这样。对呀，晚上还有在做那个志工，那个义消。又制作志工啊？义消救护的。义消救护，那大概要帮忙什么？要去救火啊那？不是救护车。救护车哦。就坐在救护车上面。没有啦，要帮忙。对呀。哦。提着那个救护包，那也很辛苦哎，是啊，有重量的，对不对？对。你看呀，这参水朋友，记下 V 全部的心肠都非常的好，非常的美丽。为了表示我的心肠也好。你要赶快去做苦工好了，不要做义工。我会不会到时候我是去给人家背的那一个？那我就先送你去华苏哈。我会在那边唱《You Get Lost》哦。来，唐欣赏的贡品那里好吗？来，欢迎许世慧老师。淑梅姐，其实你唱这首歌啊，知道你从亚洲国东汉人的米头吼、米西吼，所以其實亞洲國的表達的東西哈，像客家話的感覺，英國人的甜甜，有點靦腆。我覺得你發揮得非常好哎，發揮很好，聽起來就很舒服，同迄個當中醫安尼感覺。所以講今比可能我們底下有感冒樣樣版型啊，彈音很重，比較可惜一點。就是有一些地方哈，彈起來彈音有點重。OK， 唱兩句喂。聽呢幾個時間，我唱唔上去，還有可能我唱唔上去，應該係你的中氣你沒有用好，所以你要拉上去的時候有點勉強。
我感觉到安尼客家母的表现方式，我当中意，真嘅当中意。好，安子生。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分数，好吗？好来，麦淑敏嘅分数。乖哈，大概也欣赏3米的分数全部都同样啊，但是如果你欣赏，你就是独排众议。你不觉得？刚刚人家那个差1分就可以过关了呢？对，你的脸开始潮红了。哈，对，不要太激动。我跟你讲。好了，我会法术哈哟。这个还好，他分数按国嘛，大概是差1分的你不要拦我，你不要拦我，真的不要拦我。算了。郭丽老师，老师还是比较专业的哈。对。这样的哈，其实我在前面其实6樣時間有講過一個重點，就講也投胎賽給他的哈，基本上呢它就是一個很明顯的分野，你過跟不過嘛。現階段民意 V 參賽賽，你不要看你今天的分數是高是低，其實根本沒重點，重點是你今天過了沒有。你今天過了就好了嘛。那當然每一位，我們基本上我們4位評審的標準是一致的。那有時候賞翰會有一點點錯誤，或者是說整段歌詞你都忘記，但是你的聲音很好，怎麼辦？我們要做取捨啊。我常常講說，你們在家花了那麼多時間去練一首歌，你那個時候實力如果是100分的話，那今天短短的2到3分鐘這個時間裡面，你要把那100分的實力完全搬上來，幾乎是不可能的。客觀因素影響到，包括你上台經驗夠不夠豐富，對不對？然後你今天聲音狀況好不好，對不對？現階段你的實力是 OK 的，可以過關的。那慢慢評審的那個標準會越來越高。也就是希望你們跟着評審的標準一直成長，一直進步，進入到核心賽，拿到前3名，拿到年度前3名，那就是我們對你們的真正的希望。好，所以我這1分不痛不癢了哈，加油加油加油！謝謝，繼續加油哈！加油，去做實習哈！我哋殺下來。陳淑娥帶來重溫往日情。我上次來比賽，老師有說我氣不足，那我回去以後有練習腹式呼吸，還有每天早上有去爬山，來增強我的心肺功能。那我今天要演唱《重溫往日情》，希望能夠順利過關。做運動，對，做哪個運動？有氧健康操。鄭多燕。類似啦。来了这么多的这个朋友啊，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的朋友都没有来。望一啲見，無名再
主持人好。你好，安我记啊。哎，可以前面今天好写。紧张。哎呦，这么会紧张啊？为什么紧张？刚刚看到第一位同学忘词，我就好紧张。啊，就是那个法术哈。讲不会车到啦。真的。有会车你了？会车你哦。哦，之前比赛就会接出来的呀。哦。这个会传染的。怎么会？很奇怪，很奇怪，就是好像这个参赛者啊，歌词忘词或怎么样，下一位也这样子。哦。那你还好，中间有夹带一位。淑梅姐有过关，所以你刚她抵抗力比较好。你刚刚有忘词吗？有吗？没有啦，但是音好像有一点点跑调。啊，音跑调这个很多人都会啊，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100%啊，对吗？哎呀，也没办法。这个唱歌能够唱到零缺点，那个就很厉害，那就可能要到中国好声音去了。可能苏口吉吼松败了。就是评审老师有说他气不足的方面，所以他就很紧张。啊，古夜时间有当满3忙练习做运动，对，做哪个运动？爬山啊，或是那个做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哦，肺活量。有跑步吗？有对。啊，每天吗？对。一次跑多少公里？不是做有氧运动，有氧健康操。哦，怎么做啊？就是看着那个 DVD 做。哪一种 DVD 那个小 S 的吗？还是刘真的？不是那个，还是那个郑多燕？是吗？类似的。没有，可能他是练的 I have a pen 的。好，运动运动还是后事啦。哎呀，运动对我们歌唱来讲哈，这个心肺功能会有代表规之内有关键字，唐先生讲法。好嘞，公平啊嘞。给别人的总费先生。好嘞。是素儿，评审老师好。你好，今天我觉得你还是有那个气不足的问题，好，跟之前 Q 庸有这个问题。其实你如果去运动，很多人都觉得运动之后你的气就够了。其实运动之后增加你的肺活量，你在用的部分你还是得要去做。你如果说运动很喘，你唱歌还是。那等于没有用。增加你的肺活量之后，你要知道吸住怎么去 hold 住它。其实，在你很喘的时候，你要练习慢慢的把它吐。在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可以去做练习。吐得慢就对。对，要吐得慢，然后要让自己能够沉稳下来。所以说，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的气略显不足。哦，第一句。嘿，对。那再来一个部分呢？这首歌有非常多烟松那个转音噔噔，那个小转音你都转得不细腻，都噔就滑过去，所以这些小转音可能要再多一点练习。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想要知道，不晓得你有假音吗？你低吗？假音黑马改哦，就是亚叔哥哈，奶糖你冲略微低了一点，太低哈。对，你的低音出不来，但是怕你升 key， 那你有没有这个？如果那可能就不行。但是如果你有假音，那因为它因为亚叔哥有日本歌的风格，再回来，有这样的味道。想象自己是詹雅文，对，像这样的东西，有这个东西。如果你会的话，这个歌再升一个 key 会更好，不然你低音的地方他们都很匆忙改。好，你那个歌手歌词都听不懂，很可惜。对，所以你必须确定你有假音，那你就可以往上升。如果没有的话，那记得低音不能压，一压听不到你唱什么字。对，可以再加油，但是你的音色是很漂亮的。谢谢老师，加油！谢谢，谢谢。对啊，那我们再请我们叶教授。来，青中会讲哦，你的。刚刚说过你有运动，然后老师也说了，
其实你差的就是你用完，你有气了，可是你没有把它真正的变成所谓的腹式呼吸。对，你可以呼吸方法含在胸部。现在还是含胸腔。对，所以希望你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个是很快就可以学会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快的用很快的方式让你恶补，下一次你再来的时候就改头换面，好不好？好，谢谢老师，谢谢。好，我们来看一下分数了啊。陈淑娥的分数。谢谢老师，顺利过关呐！谢谢，恭喜！还好罗老师这次一样给20。对呀，如果又少1分的话，又要白开的。我们又要去滑书好了。好了，好，谢谢，加油，谢谢啊，谢谢。做休息哈。下来，陈靠以带的孤雄。好，来谈好了。今天要带来的歌曲是一首叫做《故乡》的歌曲。那这首歌呢，是在描述在外打拼的游子，在外地落地生根，把外地当做自己的家乡的一个概念。那这首歌呢，除了要送给在电视机前的所有游子，也要送给在外打拼的我。希望呢，大家有空都能够常常回家看看爸妈，为我加油！故乡在哪位？青山离开水流，春天开通花，秋天又酿花，记住的爱的故乡。春风吹来桐花香，春风吹去娘把路。桐花飞来飞，结出子女来为爹，记得来为秋桑叶。不管东西让难担，来为桑叶来为愁，春到来为梦故乡，有梦也。怎么台港啊？星光台知道。大牛哥好，海君姐好，还有评审老师好，现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哇，大家好，还来了这么多的这个歌迷朋友啊！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的朋友都没有来。都没有来啊！
都在电视机前面。对啊，还有啊，楼上的朋友你们好。你好，你好。就只有导播会，对，穿着蓝色外套下来，冲进来。人缘好哎，对呀，真的没有，因为大家都是掌声如雷。还是想要掩盖过你的歌声，掩盖过我的紧张。冲到暗后那你紧张嘛该？很棒啊，没有歌后级、天后级的，新关度动紧重哦。动紧重啊，那不是强啊，强火台系嘛？强嘛个小朋友。哦。好。所以要请老朋友跟他。要讲评吗？对啊，讲评吗？直接就讲评了。还是你要访问他什么？他唱那么棒的，有什么好访问的？对也对了，哦，哎呀，因为她老公在催她赶快回家。真的。她老公刚刚打给我，快点，随便问一问就好了，反正这个不是很重要，快点啊！你干嘛一直这样？因为听电话要把头发拨开，听比较清楚一点。对，所以赶快。师傅老师 ，OK， 乔如是，其实仲伟的歌哈我很喜欢，然后他这个母子档他写的歌哈，我觉得非常到位。然后你今天你被冲亚叔狗味，其实我觉得你唱得非常的好，然后很有我想要的那种故乡情节的那种表现法。因为我想家。Yes，ID。你家住哪里？其实我家住礁溪，那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讲很有意义，是它其实不是在讲说我们一定回家乡都一定要回到什么桃竹苗或者花莲美浓一带这样子，因为就是如果出外的那个游子，然后他们可能到了某个地方就落地生根、结婚生子，就这样下来，那可能那个地方就是他的家乡了，所以对我而言，可能每个在外地打拼的游子，都是以他自己现在在打拼的生活为自己的家乡，从那个地方开始落脚生根。对，就少小离家哦。对，所以这个就是对于你的影响，故乡的影响。对，就会奉劝大家有空还是要常回家看爸妈。对，现在不是许世辉老师讲评吗？啊，对不起，我自己插嘴。可是乔如今天你讲，徐老师的表情，麦克风这样就真的。没有，他讲中我的心声了。我是说他讲中了我的心声。其实我就是你讲的，很明显的，我1年才回苗栗一次，你就知道我有多么想家。好，可是就是你讲的，我们哪里生根哪里传。那我们现在离开家乡到现在20几年、30年，所以说其实我知道你的想法。所以来给比唐冲孤雄，其实我还蛮感动的。是。在就是说在表现上面的话，我觉得还不错的，但是一个我比较疑惑的地方是收尾。我在这当中听到想要表现传统调的感觉，可是并没有那么明确，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唱腔是你故意希望表现这样子的方式，还是在最上头的拉锯你并没有做出来。我们刚刚为什么讨论那么久？是因为为了这3句，我在想，我要听到的是那个拉锯，还是就照你的意思这样子唱下来 ？OK， 这个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金碧其实在故乡》这一首歌，我觉得你表现真的非常好，我真的很喜欢这种表现法，就是第一个自然，第二个不做作，然后非常用你自己的情绪在带着歌曲的每一个字。这是我觉得你做的最好的地方。谢谢。OK， 谢谢。那个张若如老师，你刚刚互相讨论。对，讨论。我第一次听巧如唱歌，那这首歌我觉得你唱的真的很不错。谢谢。那我第一次听嘛，哦，那但是有一些地方，比如说，你那个应该要出去，你才不会整首歌都是气，你的声音里面带着个沙沙的那个气。我不知道，我刚刚也有，对，我刚刚也有讨论说，你以前是这样吗？你的声音如果前面是气的话，你后面的落差可能要再大一点，我才能听得出你有那个不一样的那个声音会出现。客家人的声音有一个特质，亮亮清清的，
在唱山歌的时候是那个特质是非常的清楚的。所以，当你转到这个山歌的调子的时候，你必须把那个声音，你绝对做得到，压得再扁一点。你听听客家山歌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声位置，你绝对做得到。然后要运动得更好，因为你最后一句的音跑掉了，就很明显。好，这是我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基本上觉得今天让我是很惊艳。第一句出来我就觉得很棒。对，谢谢老师。好，安子 C， 安子 C。好，客气。啊，看山楚啊。真靠一本书。谢谢老师，非常好，第53分，谢谢，没问题，好，加油，继续加油。好，这个分数应该都是6强以内的分数了，哎呀，好的，好，加油，加油，好，我会加油。休息，好，谢谢，谢谢丁姐，谢谢那个，谢谢。好，好嘞，杀下来。李友勇带来《千秋一鸣》。对，等下了。今天呢，要带来一首是这个气势万钧的歌曲《千秋一鸣》。那这首《千秋一鸣》呢，是谢宇威老师的作品，在描写呢是这个义民爷英勇保家卫民的故事。那也希望呢，义民爷今天可以保佑我顺利过关。后山永变永，这叫狂风演习，漫天风雨中的土地。太不向前行，乱世中战何意？为家为梦负责你，一定一生来保护你，你是非爱太过双臂。献给洒江边的土地，浩然之意永不停。你的忠义永留天际，你的魂魄化作光明，上帝。哎，主持人好，又有一位不是客家人的歌手啊，参赛朋友，哎，长得又帅，是，谢谢，音色又这么的浑厚，唱要条国会跟谢宇威老师的感觉又不太，谢宇威老师也是很雄厚，对，你们两个表现出来也一点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味道，对，都一样好听啊，谢谢。这首歌是之前有跟我们的冠军陈婷婷。对，刚好今年这个有机会，这个在8月的时候，艺名季啊，有跟婷婷一起表演这首歌，对，一起合唱吗？那个时候是帮他伴奏兼和声这样。你那么忙啊，还要伴奏兼和声，结果还唱不到主 key。多功。对，但是那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艺名季的关系，有婷婷她介绍这首歌，那我们来练习，所以那时候就对这首歌曲
非常的喜欢这样，所以今天选这首歌曲，让自己好好的唱完。也不错啊，婷婷现在也常常会去参加这个客家的一些活动啊，对，没错。还有一些什么餐厅秀啊，什么他都会去那边驻唱表演。对，我就是他的搭档之一这样。是啊。所以你的客家话还是由那个曾仲伟教你就对。对，那上次老师有提到这个。今天他没来啊。今天没来哈。对。他今天有商演，那就是上次老师有提到这个咬字的问题，那我也有这个回家特地这个一个字一个字，就是查我们网络上的这个客家的这个字典就是上面有那个发音。对，他会有教啊。对，有人声教法。就是你按 play， 它就会翻译，就好像那个英文的翻译机一样啊。对，没错，有特别注意这样。但是你看巧如她就是唱仲伟的歌，对，对啊，都会帮他打歌，对。你好朋友，你怎么没有帮他打歌？因为他今天没来啊，不用了。不用了。没有，是因为我。是这样我一直很珍惜在客家歌曲里面听到这种不一样的声音。那我觉得你表现上面非常有自己的味道，于乔非常独特。对，我在客家第一拜听到有这样子一个声音。太棒了！你好朋友，你怎么没有帮他打歌？因为他今天没来啊。不用了。不用了。没有，是因为我没有选他的歌，所以他就不来了。是这样子。好啦，你们创业条歌都在创作样板哦，还那个唐呀。国立老师。很黄，那个穿黄衣服那个。衣服很黄啊，人也。没有开玩笑。懂黄。佑荣哈，我这样讲给你听好了啦哈。那其实。就唱歌这件事情上面来讲的话，你基本上是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问题的，不管你的实力也好，或者是说你对歌诠释的功力，你在舞台上面的这个稳定度，各方面都很 OK，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职业的歌手嘛，在外面你外场经验很够了。那我觉得今天听你唱完这首歌下来，我心里面有一个。我一直在想那个差异在哪里，后来在结束之前被我想到了哈。我觉得我要给你一个很大的建议，就是说你必须要慢慢的适应室内场的音响，毕竟它跟室外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发现有很多参赛者来比赛的时候，就是因为听不到自己声音，就拼命开始吼了，麦克风想办法拿进，恨不得塞在嘴巴里面去这样子。然后呢，因为这样子恶性循环，就造成了反效果，声音爆掉了。所以，我最后要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要慢慢适应这个舞台里面这些音响，这些室内的音响。你适应它之后，你的实力才会拿出来，好不好？加油！庄老师是为什么你听不到？因为你太松，你没有掐紧，噔噔噔噔，都没有掐紧，哒哒哒哒哒，所以你听不到。你要掐紧你的声音。可以的，对，不是，就是你的唇齿，你的唇齿一定要用一点力气，才不会松松的。这首歌从头松到尾，你的唇齿一定要掐紧，肚子要有一点力气才会听得到。对，叶老师最懂了。慧茹老师刚刚讲的是最实在的一句话，就是说你就是太用和声的唱法在唱歌了，因为你是主唱。你必须要很清楚的把你该唱出来的歌唱出来。是，我觉得你本身是一个音乐底子蛮好的人，但在演唱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你再加点功夫。有的时候和声给人家一个误解，就是当你要唱和声，你就要假装你不是你自己，你要帮海军和声，你就要假装你的声要去配合海军。对，可其实事实上并不见得完全都是这个样子，你可以唱出属于你自己的 style， 然后这一方面就正好。这个机会给你表演，让你自己来练习一下，唱出
又融你自己的 style，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一定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些客家歌里边，真正人家在写作的时候花的多少心血在这个里边的小细节，都把它唱出来的时候，那这首歌就完全会变样了。这样好不好？好，加油！谢谢老师。好，谢谢安子欣。好，来看本书。李优勇的分数。加油加油，好吧，谢谢。哎呀，你们一起来的，至少这个分数要相当啊，才一起可以拼到后面去啊。对，会比较有伴呐哈。OK， 好，没问题。好，加油加油，谢谢。好了，合作休息。撒下来。来一口带来宽田后。来弹看啦。今天要唱阿涛老师的《宽田后看天河》。那这首曲子是爸爸他有一天传 YouTube 给我的。那他告诉我说，他觉得陈永涛老师的词曲都很有乡村质朴的真正的情感。那我希望我以后的创作，还有我今天也可以把阿涛老师这种很棒的感情传达给大家。到底是唱得好听还是音乐好听？唱得好听，音乐也很棒，也很棒啊！这整个都听起来好舒服哦，哇，好棒！对啊，
整颗凤梨超甜的。好有那个空间感呢。哪一种空间？就是很空灵的感觉。我来感受一下。还是叫他再唱一次给你听。那我站在这边感受吗？10点半要到了。对啊，你好厉害啊！谢谢罗哥。这首歌是陈永涛老师的歌。阿涛老师。哇，阿涛老师的歌也是好棒。是爸爸会挑歌，爸爸会演示英雄。爸爸叫他一定要唱这首歌。对，不唱的话就不要回去。哎呦，不教我客家话。那么严重？我手语了，温手。没嘛。没有。你爸爸懂陈永涛老师的歌哎。我觉得他长得跟我阿公很像。哦。你说？跟我爸爸的爸爸。陈永涛老师啊。哦。跟你阿公。对。哎呦。那以后就唱陈老师的歌就好啦，就阿公的味道。对呀，就很有意境。你可以诠释的特别好。对呀，更自然。真的。好。那刚刚唱了，我看老师还在聊天，表情，刚刚不知道这个表情是认同还是 ？OK， 不懂。其实我这样讲哈，雨乔你会讲客家话嘛？对不对？你讲的是四线还是海陆？我平常是讲四线比较多。对 ，OK， 因为我知道永涛老师是海陆的，所以他的整个背景一定是从他海陆的方式去写的，所以其实我一直很珍惜在客家歌曲里面听到这种不一样的声音。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独特的地方。那我觉得你表现上面非常有自己的味道，但是在这上头呢，我们可能要讨论的一些东西，还是会回归到一个基本面，就是在咬字上面，可能我们在这上头，可能你要再花一点点精神，然后让他能够再表现出他应该要有的基本面。所以，比如说我举个例好了，就喺愛滿萬年，好像要西扎斯。给英国奥运讲慢音，可是，如果你想要表现空灵的方式的时候，还是要让我们听得到那种慢音的感觉。可是，它如果变成你要带这种空灵的气法的时候，他听不到那个感觉的时候，他会掉到另外一个字去，所以反而会让人家觉得我不太了解你要讲的东西是什么了。所以除了这样的情绪跟字本身在连接的时候，可能你在发音的时候，你可能要注意。那因为刚刚我们为什么还是一直在讨论？当然就还是在于，我觉得情绪没有问题，而是在你的唱腔运用。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想我可能不能代表慧茹老师帮你解答，我请慧茹老师啊，您刚刚的问题，好会 Q 哦。是，雨乔非常独特。对，我在客家第一摆堂都还听到有这样子一个声音，太棒了，终于有一个这样的声音。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要做空灵的东西，你的呼吸要用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当你呼吸不好的时候，会听到你，你自己知道哈，非常清楚哦。然后打呼吧？不是，你看你那个 voice coming 哈，就听到你里面的小舌头，不是小舌头，它这是口水声，它是那个唱到睡着了吧？我发一个长的音让你听，有一个小舌头的声音，你知道对不对？你不是？我觉得是里面有痰呐。对。我们真的，我有时候在录音室的时候没有读到这种情形。其实我们自己不知道，就我现在对我现在是刻意比较大声的来表现，让你听得到。好，那是我刻意比较大声，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你说，我听到你那个这个是一个，如果你要做空灵，你这个要去克服。还是可以，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去克服这个东西。你要吐气，可是绝对不可以碰到你里面的那个小舌头的那个。
如果你碰到的话，你在录音室就很明显，而且我们戴着耳机非常明显。这个的话，我会扣到你的分数，很可惜。回去再试试看，在力道上面一定要避开你这个地方。怎么避呢？把它往前放一点，不要碰到这里，把它放在你上颚的地方，送出来就不会碰到你后面的小舌头。回去试试看。但是整个我觉得你很棒，你这个声音真的很棒。希望你有更多、更好的突破，然后运用在你这些课语上面。对，来看分数，来扣分数。92分，很高分呀！神梦欣赏。还是自己要去选适合自己的歌，要回去跟爸爸说，分数会比较稳定啊。这首歌是爸爸挑的哈。好，OK， 加油！谢谢罗哥，谢谢海军姐，谢谢。下礼拜遐安尼传统就清明一礼拜投胎衰啦哈，希望大家做得顺利的过关。怎么？望眼过去，每一个都是会过关的样。哎呦，精英中的精英，知道个哈？当然最辛苦的那评审老师啦，哎呀，要懂辛苦哦，来介绍下来好不好？介绍，永明先生，李秋海先生，罗英先生。先生介绍睇一下样板。我哋比赛拿奖金吗？哦，奖金挑战赛哈，你观众朋友亲下开，咩本来那个声音的朋友啊，有安尼双舞台嘅机会，一个经验。今边来到嘛係啲得問定義實得問會唱歌嘅係阿妹嘅。來到也全部都會唱啊。係喲。我都乜嘅名呢？黃石橋帶來平板。我來彈看啊。巧巧，哈，巧巧，不是王思巧啊？哎，王思巧，对嘛？巧巧你好，你好，我讲下嘛。喂呀！今年你多岁啊？9岁。9岁哦。接触客家有多久的时间呐？7年。7年哦。7年，先生教吗？还是陆凯人教你？阿婆。阿婆。阿婆教啊，阿婆很厉害啊！阿婆有来嘛？有啊，在哪？那里。哦，哎呦，上到屯阿婆按叫，阿婆坐慢，嘿，坐凳子哦，坐凳子。讲啊。哎呀。梯子的。哦，阿婆唔会唱歌的嘛？唱一滴滴的。唱一滴滴，啊，唱一两条的，一两句就弹下嚟。几十春秋。
将来命里啊，表彩仙呐！哎呀，厉害啊！天啊，我青菜你抽的你抽嘛可以绑按抽。哦，阿婆没哎，阿婆的嗓音质一会又还有娃娃音呢。哈？你听到娃娃音哦？对啊，我听到海豚音呢。不好意思，是好听哦，阿婆赞哦。哎，今日种唔单止冲一个，妹妹来哈。姐姐也有来，姐姐。哦，要到迄妹妹啊。哎。哦，还有个姐姐。啊，就加分题嘛。好，安尼你姐姐叫什么名字？黄诗涵。黄诗涵，一个思乔，一个诗涵，欢迎诗涵来到舞台当中。用字吗？哎，妹妹有较讲咯。用感觉像宋宝乱样的哈。宋宝乱吗？啊，不是啊，她的堂姐妹，是堂姐妹啦。啊，今日要带人嘛该讲。假粉体。鼓洒看灯，鼓手看灯，哎，来看24阿妹吼，从鼓手看灯，嘛个味道，来，大家啦。好的，后面哈那来的。有请到秋夏先生。好，来。好来，那两位，那叔伯姊妹啊哈，讲起姊妹，有枪哦哈，两个生得非常的可爱，尤其你讲创立客家歌的哈，平板色彩无按容易哈，你讲你10口也能够唱，来讲平板诠释的不错，不过有可能也会紧张。会紧张，所以多少都会走音哦，吼。不过你老你诗涵也记起嘛，好，将你鼓手看灯，因为你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应该有唱歌。不过我本身建议哈，小朋友你唱那首歌曲做得，能够更加活泼发的喂，带一点，带给灯笼，活泼一点。那首歌曲那两三能够诠释的按样音吼，我相信。今日嘅分数会更加高，唔过你按量晒按油就进步嘅空间，做你喺加油，喺个咬字方面，那个闭口音、闭口的时间要注意，还有那个低音的时间不要喉音做出来，慢慢的练，冇按容易，因为我教过小朋友啊，大音其实带唔下来，我千多按音，做呢啲，老阿婆讲，系阿婆在教嘢，按做得啦哈，阿婆落上歌一唱以后，加油，
阿子说好，学过阿婆耶。按这可以学生力量有泛泛拿到的奖学金无嘞？王石口、王石涵嘅分数。恭喜两位哈！哎呀，拿到的3000元奖学金，来，压了颁发奖学金。恭喜两位小朋友得到那么大的腿的奖学金3000元。好啦，拿下去慢慢研究啦，好吧？带阿婆也是好料诶。嘿咩，好嘛哈？哎呀，啊，关于迄有机会甲再过来哈。欢迎你们再来。谢谢两位啊，谢谢。谢谢。来回座休息。好，按你做马上就进行这个比赛，但是比赛之前先呛一下老师的讲一下评分的规则。今日有请到姜元佑先生。大家好，恭喜所有嘅参赛者通過了第一屆團嘅選拔，接下來呢係好嚴格嚟嘅淘汰賽嚇，大家因為保持嘅心情好輕鬆，喺呢個奧斯很強，自然，當然嘅歌詞會記到當清楚，將嘅感情呢盡量表達出來，相信你是有機會，大家加油！加油啊！希望大家加油哈！係啊，要請第一位參賽朋友。好，鍾明雄帶來羅山歌。好，嚟彈歌啦。山過了長南樹南。然後擔任志工啊，買小天使啊。什麼是這個老天使的什麼小天使？Angel 我这尾唱的是罗山歌，了首是自由跑，因为下河发挥，希望大家能应该通常能够过关。歌唱到半愛對答，沒了。唱來呀，半個風啦。我主持人好，係主持人好，恭哥你好。陪白哥好跳舞哦。好跳舞啊！哎呦，国标舞哦。这里没有啦，交际舞啦，没有教到，没有学到国标啦。啊，系啊。哎呦，那看唔出来，可能平常时这样呢，懂严肃用的呢，吼，较古板用的。
那我跳舞啊？跳舞啊，而且他责任心很重。哎呦，当义消。我以前是义消退休，现在是义消顾问。顾问呢？救生分的救生里面。一地北个女校又有9省份，就比较特别的，特种部队是救生，水上救生、火场救生都有比较特别的。哦，咁懂会游水咯？可以啊，还可以。跟人生命当中有救过多少人？我说救生救起都死掉的啦。哎呦，真的。你洗头该到你。抖了，因消息洗了，这全部洗跟过黄金时间过了。这某天，比如火场都放从业一团人救出来，哦，很难哦。电视台咪有个广告有嘛？哎呀，个义消把那个老阿伯啊，记者一问去，阿伯，你怎么不跑呀？我随便让他走，卡巴随便让他走。但是你的义消真的是很伟大，很伟大哎，啊，真的，你有福报啦，一天有福報嘅人。好，謝謝你，謝謝。所以分數應該會高。差多安好呢，先談一下公平哦。不然，江云先生。沒話說哈，就對我個校風個非常個敬佩啦哈。你今日從個廬山歌，你歌詞也係上架唔得辦架錯。講起來兩首山歌，我預早有講過，叫娛樂線嚟個哈。唔過我始終已經講咧哈。雖然你客家話語言也按順境咯，你咬字很強也非常嘅自然有動，非常嘅有味道啦哈。唔過你緊張係你冇辦法克服啊哦。另一方面，我想依家從咗下期學校嘅把握對話，你係當。非常係落線嚟山歌，其實要走會所係講個建議嘅時節，就講你喺日版嘅時節，色彩唔是按急嗬，慢慢地來，落線，輕鬆嗬，上架唔得，慢慢出來，唔是這個樂隨係慢一下也開始嘅時急是落來咧。上架唔得。你係優山歌，係優人來唱山歌，所以呢都簽到啊，好，希望你。好，來看一下分數咧啊，來。總明雄嘅分數。現在係嘛？係慢嘢來啊！你叫識一款啊！係啊，恭喜哦，恭喜！加油啊！身體保重啊！哦，會做休息啊。好，接下來陳雲樂帶來三個字。彈看啊！係咁樣唱三個字，有一啲嘅感冒蠻好，生辣辣，唔過我要拿出比賽嘅精神，全力以赴，神望大家。
两位主持人哈，是啊，我记好。非常请大家好。哎呀你还是小天使。小天使怎么说呢？体验后担任志工啊，哎买小天使啊。什么是这个老天使的什么小天使？不是啦，过老人。Older Angel。年轻的呢？哎，年轻啊。对呀。很有善良的心呐，对不对？是啊。不是啦，过老年人的生活啦。冇什么强悍呐。係啊，唔做唔得閒咩？嘿嘿嘿嘿。人家就做官呢？接做公益嘅人吼，佢看起來就當後生，心行下後生，因為強啊。哎呀，心美，謝謝，人也美啊，謝謝，神夢。是啊，從個阿面用過咁樣，安尼做義消，咩黨委態，見咩講佢啲嘅醫院做義工誒，對呀，我們甘願做啊，做得很快樂。歡喜做，甘願很快樂，不辛苦。是。希望有閒的朋友哈，做得多參加嘅醫院的志工。那志工有分比如說年齡要在幾歲的時候才可以做嗎？我們醫院是到75歲就要退下來。哦，75歲以後可能就要給人家推了。不是，唔好你講阿我75歲我還身體很健康。唔好你講阿我自己也73。就會有一個阿婆嘛，哎呀，上癮大家哇，大家祝他哇，祝你長命百歲，祝你面粗粗啊，要健康啦。我祝你長命百歲呢，鬼你的面粗粗，因為長命他今年99了。對啊，你祝他長命百歲，他明年就100了。哎呀，你至少祝他假巴黎安尼哈，至少還有20幾年，他也開心啦，對不對？要健康啦。來，教下創呀三國志，我談公平。好，來談一下。歡迎邱夏先生。安尼就我知，我也是本着經驗，我感覺你今日嘅三國係有人帶人青島，還有三國志憲國非常重要，還有愛創美軍第一季愛創國人。你三國嘛，佢有講過呢。三國了一從哪出啊？你出沒出？出哪出？記了一陣哪？沒記了一陣哪？要掉下來嘞。三國了從哪出啊？記了陣哪？台灣一個嘅時間，你聲音是辣嘅，還有愛轉心就辣音，萬人嫌咩辣音，我注意哦。喺下回還有機會，我希望要加油，好冇？好，謝謝老師。好，你去看住哈比還有幾批嘛？吼，哎呀，但是我看之前先談一下車吉國先生，有補充啊。補充，歡迎車吉先生。好，讓我知哈，你帶來一個三國志，講到一個三國哈，鐵也一個牛師，即係相當重要。三國通常我偏三國，客家從客家也係牛師部分。再過來呢，就有第三段嘅台灣唱到唐山轉，啊，唐山有轉那個還同意那標下來很做的，但是你講拿來講一個記憶陣，然後從講下來是他就大雙人嘅聲，其實你本身的音是唔係聽過，你唱人家三國志一般講算大約的三國志嘛，哈，佢愛唱起來，還係要同佢唱起來，哎呦，你一定要注意記憶陣。哈，喺幾以上並唔係三上嘅音嘛，好，再加油哈！好，沈木先生，好，看一下分數啦。陳元昂嘅分數。好成有好報啊！係啊，謝。幾個時間係會要曲好來，好冇？係會上位就出來，曲好來。先生講嘅要記起來，什麼美女？好，謝謝主持人。啊，謝謝哈。你有冇講美女啊？帥哥啦？哦，帥哥哈。我一講佢帥哥。恭喜啦哈，恭喜啦，回頭消息。謝謝老師。謝謝。
海味。苏金泉帶來熱有情。來，唐安啦。今日個人錄像，我唱小跳熱有情，我學生歌也有6年來咧，希望能得順利過關，鄉親幫我指導是無太假。长官好，长官好。对，法官好，法官好，法官好。我要感谢我太太。太太，太太是闽南人，她帮我退休怕我无聊，是帮我报唱山歌。感谢法官夫人。是，让老公有一些事情做，打发时间呐，对不对？让自己更开朗。夫唱妇随这样一吼天天的哈。唱多久？那就是退休下来了。退休几年了？大概有6年多。6年多，其实也没有很久哎。对啊，难怪那个威严还在。我跟他丑的真的就像法官一样，就少了戴那个头发而已。好，那现在就要来让我们这些老师来判。苏金泉大哥的。歌唱的那个啦。哎呀，平常时对你在做法官的时间，年代下会陈述一下其他嘅的事情嘛哈。对。哎呀，犯罪事实那些。犯罪事实，根本你来谈一下你欣賞嚟哈。對。來陳述一下。羅英法官。英沒帶子的法官。拍誰好不愛判你哈，很開心誒判法官。退休下來都一樣。好，當然你數過叫係安尼客家嘅，你係還有戲劇、媒體嘅藝術三個吼。其實講起了你從到
10分解好咧，吼。毋过呢，係講做得很下好掉吼，就係比如講吼，你從你係哪個時間，你係有一點你係按你講停頓啊，吼，然後應該聲音的這個表現度吼，很下好解法。對你首歌曲來講，佢會很下加分，因為你首歌曲嘅歌詞吼，佢本身就有戲，所以唱出來大家就有畫面，吼。咁個你畫面到用扮演呢，就係容易過上來表達吼。譬如講第一句吼，你表現嘅那時節就得到佢做出來，張年啊，你來呀，也有那愛情啊，哎呦！嚇，唔係講你當平順嘅唱歌去，咁樣戲劇嘅眉頭就下少一點點，就下大聲嚇。香港呢本得建議就係第二段歌詞嘅是隻第二句吼，講是出有高談金吼，高談金嘅係一張名詞吼，所以高談金最好係日後去攞去唱好吼，莫高談金，咁樣彈起來就冇強用吼，所以你一張地方呢係咪愛玩戲呢？你做得嘅上一下吼，咁講呢個第二段嘅第三句吼，談金。生有8-9字，你便宜就唱到當好，吼，前兩隻是唔但唱應該上任好，韓國表現嘅，你係戲劇嘅眉頭也要出來，吼，你一見愛出到唱到最好，好，貴首歌曲當好咧，好，是冇嘢。謝謝何老師。好，那以下做本期就攀了哈。好，有攀成功嗎？有攀高管嗎？來。數檢查你份數。翻過了衝南來呀！禮拜衝神過嘅。就咁喺鐵幣，你節目來夾幣嘛？冇啊！真係100空條嘅。所以你做2條啲呢？係啦，上副講啦。啊，太壯用你啊！太壯你。太壯你衝200啲，佢冇上比下幣。有寒流是哪？姐啦！我最近在忙什麼？是就去年哈。你是有健忘症是不是？數檢查你嘅分數。謝謝老師。93分嘞。不能因為你們不能因為人家是法官，這個不是韓國啊，哦不是因為啊，是真的有實力哈。該下分數已經打出去嘅，你唔理記嘅乜嘅體會。哦，對。有讓那首歌曲給詮釋得非常好，好㗎。就是講就唔講係咁講嘅，最尾也不太平，數音數得挺強。好，記得數音時間慢慢的自由啊，非常平順的唱啊。啊，那首歌曲就加有講我哋京韻大鼓的味道，啊，唱起來你加上一下你的表情，更加好，陽剛一點。好，那謝謝法官，謝謝法官，兩位主持人，謝謝蘇大哥，謝謝。好，嚟沙下嚟。陳優法帶來3個字。快啦！禮拜有真嘅非常嘅歡喜，但是我禮拜下咧當認真嘅學習，希望有好嘅成績。
好。哇，你今日用毛孔用那个方式啦哈，那个要唔都乜个强挑的啊，哎呀，哎呀。条本人讲的范仙的嘛，刚才没。范仙的啊，范仙。但系请教一下先生啊，要都乜嘅创法嚟啦，嗬。哦。跟安尼學山歌學幾句誒？頭擺就學當叫嚟，但是就冇乜嘅去認真學啦，就平常時較少嘢創啦。係錯。哦，跟也創跳係線上歌，嗱創嘅。錯。線上歌係錯。哦，啊歌詞呢？歌詞這個歌詞，老歌詞，唔係即刻填咩？沒。啊，安尼後背哦，比到後背時間做即刻填詞。哦，是咁專業就是咁寫，是咁上。用動頭腦。對啊，哦，安尼嚟談一下先生嚟公平，培養恰嘅先生。一般人山歌子嘅跳嘅啊，有人講個高韻、中韻、大韻啦。一般世代我創業中嘅跳嘅算高韻嘅山歌子，但是也音本身嘅音嘛，冇多按歌，所以也個氣要再變解些。因為你猜天氣同妹來聊聊一多啊，一多聊時間就多高重高音去嘅，你本身嘅音就重唔到，所以就表示講，也個跳又跳高，也係點嗬。第一點到2-3更落去，你就開始音頭音慢，所以到彈到幾台作下講時嘅，撲佢完全走槍槍，一撲佢就走槍槍，嗬。有一點要注意，喺拜年我調有高音嘅時間，半了時間行呢一天要猜，嗬，行呢要猜。再過來呢，你看到你嘅 TC 嘅時間，讓有韻嘅無韻講嘅時間，規則嘅聲啊，就已經都你講嘅就沙脫咧。佢因為你前面就調到按過落去，後面完全就冇聲可以唱嘅，嚇。到佢無韻講嘅時間，半了又同樣又再慢下來，對唔到一個樂，所以日以後天人自家嘅跳嘅要作對來，天一個半了一天要對到來，就係一個節拍，自家一天要注意，嚇，再加油好嘛？好。真係唱歌嚇，永遠都成成。我係感覺吼，就講呢個唱腔，佢其實係非常嘅特殊。我從嘅曲調嚟講啊，因為你按照你從西洋音樂嚟講嘅大跳，嘅音程跳動是動法嚟，所以你也開始噠噠噠滴滴。你大概就是你8度，從最低，平常你噠噠噠噠，你是從噠噠噠噠滴滴噠噠，嚇，那係講你本身呢要當好嘅個寬度嚇，你嚟表現你可能會相當有特色。其實對你呢曲調，我想山歌唱出講音嚟跳，對我係非常嘅。非常希望聽到的哈，所以其實我對你嘅曲調很希望說你有機會10個半愛彈到，所以講我也非常嘅挑戰啦，哈，你看你本身有沒有具備這個寬度？噠噠噠滴滴滴，啊，非常嘅持久哦，楊英，許夢怡。好，安子先，安老師可能會讓你留下來，因為他說希望再聽到啊。希望再聽到，就看到這句點。好來看一下，請優法給分數。一位老師想聽而已，其他3位老師莫想聽。85分。冇啦，今天自己真的有。上次走3次，我現在走2次好了。什麼意思？哦，對，上次，哎呀，還沒啦，真的要走啦。謝謝啦啊。冇事咯，等我。好嘞，殺下來。林雪烈帶來平白。來，等我啦。來當社會。來唱了三太調，前面嘅因為愛來唱了三太調，我哋嘅樂卡努力打拼，要規整嘅咧，希望前面嘅做得來過關。
帅哥美女你好，林太公你好，太高哦，你好啊，哎呀，你也好冲上过哈，啊，冇啦，鐵牌衝上過。這咁嘅鐵牌，你節目都嚟夾牌嘛？冇，這個你100空一條咧，100空一條，200。你那100空一條，100空一條誒，100空一條，雙擺衝過嘅啊，雙擺衝。所以你做2條啲啦，雙條啦。啊，個海狀用你啊？海狀係。海狀要衝200啲，佢冇上比海牌。係啊。佢家己係調絲衝唔衝嘛？撩啦，撩啦。調絲衝唔衝咩？嗬。跌撲係啊。一看到2條啲啦。因為看到上一位跌撲，所以跌撲。鐵當叫唔是衝上過啦。哦，呢個上演唔好，唔是衝上。唔是啊。唔係講一下，係有啲要線上啲搞。啊，沒有拜師嗎？去135啊，去3個班1個月啦。誒。就要平白學嘅練嚟一陣嘢。要嚟啊！節目所以學一陣嘢啦。啊，臨時抱佛腳咧，佛不讓你抱啦。抱豬腳嘅。建種啦。建種啦。你冇搞唐詩啲唐嘅20年啦，用。哦。唐嘅時節當唔會唐啦，你冇搞冇觀眾嘅時節冇樣樣幾時當唔會創啦。哎，有樣樣幾。鬼硬的，奇怪咧，用我按的，佢大蠻多長水在按的，奇怪，唱到他你手下先生，用按的，手下先生。你啊叫呢個非常的可愛，唔好緊張，你101，今天挑戰102，啊希望有103，唔知能夠拿得到冇哈？啊你一開口唱嘅是山歌，冇山歌啦，哦唱啦，冇唱啊。山歌了，唱來來呀，哪練練冇練，你練得咧？哪練哦練啊，你練得咧嘛？山歌了，唱來呀。唱跳山歌時，了已經是趙仁咩咯？趙仁嘛，來繼研究唱破，啊老人彈咗呢時間要咩？鬼數反正後背鬼數哦，就趙仁咩趙仁嘛，就佢隔壁了了啊，要多轉來啊，要一下阿鳳家啊轉來，但係要就要開更加，然後要就小強家不好，串門子，對，串門子一下才回來。可能去打遊戲啦，有可能。學到啊，馬上學到誒。哦，記得哈，唱歌拍嘅不穩，聽得聽不着。哈，你彈 CD，但是你這個拍嘅是先準備真上來，我相信你唱歌就會進步。因為你講你好冇結構啦，哈，叫你繼續加油哦，好嗎？好，謝謝。好，咁你這度看下人嘅分數啦，哈。哇，好嘞。你學呢個分數。排泄嚇。唔係來了之後嘅。來了，反正就100空2條2條啲呢，係啊，下次學較多條條嘅，係啊，來變較多擺條嘅，好冇？冇講變2擺就想要轉，好冇？用別的那個角度想啦，哈，對呀，老師現在就讓你好好的練，哦，練到300首來。去搞下。唱到幾年啊？大概還有20年。好，還是加油啊！回做休息哈。好嘞，接下來陳建騏帶來山歌子。來，等下啦。我岳母哈，生前時候很喜歡聽人家唱山歌，但是她正當我在去年比流行歌的時候，不幸往生了。然後現在我來參加傳統組。希望我唱的山歌，他在天上也能夠聽得到，然後幫我加油。有寒流是哪界啊？从山流过那，
了强啊跳啊，涌现了风啊。浮云了年啊行啊，前方有娘呐，何个年呐给呀，一生了落呐。什么配啊？那么简单的啦，我想哈。好，最近在忙什么？是上，就去年哈。你是有健忘症是不是？间接性健忘症。去年我岳母过世啊，我对太太有跟我讲说，那个我岳母很喜欢听山歌啦。刚好那时候在比传统那个流行组，所以就一直没有学山歌。那我想说要完成。对，想说在一个心愿哈，岳母在天之灵可以听到我唱山歌。哦，是，我真的非常的孝顺。岳母，跟吉泰国动有心呢，嘿呀，我不必有。系啊，够款哦。哎，讲真的，拢来讲无简单，伊咧好多人做咧创山歌创到呢，已经出不得了的啦。真的更不简单的是，唱的谢启国老师都一直笑。是那个笑是认同的笑还是？我不知道，我在那边看他的侧脸，就是背会这样抖一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赞同吧，应该是赞同吧。慢慢先来谈一下罗莹莹先生的贡品啦，好不好？罗老师。好，陈大哥哈，不错，进步非常多哈，就是你的进步的那个幅度让我有吓一跳哈，就是我记得你上一次的时候连咬字都有问题哈，但是因为你基本的整个架构唱起来是 OK 的哈，所以其实还我觉得可能就是只能算低空掠过哈，但是你这一次唱的有让我惊艳了一下，当然啦，就是这个在咬字方面你还是有一些需要进步的哈，譬如讲应该听一句哈。客家强挑，哈，这边一方面是他要唱高音，一方面你可能对这个唱成高音的时候的咬字心里有疑虑，好，所以不上不下的，听起来就是怪。客家了强啊跳啊，但是呢，你的永显否唱得很好，哈，係講我冇看你唱哈，我用彈嘅。我遲到了係客家人唱出來嘅歌。湧現了風啊！還有哈，就是應該提示記第4句哈，好歌也是一樣，好歌好歌難攞嘅呀，好一生了路呐。好，应该听一句哈，用显否可以唱得这么好，我相信你的尾音应该可以收得更好。好，所以你嘴每只词哈，一声咯的咯，还要再唱得好一点。好，就是你的尾音可以再收得漂亮一点，好就会比较好。谢谢沈梦莹。谢谢。好，来看分数哈。陈建给个分数。天才啊，有天分呢！加油加油加油！岳母，我又成功了。是。好，继续加油啊！哈，好，谢谢谢谢谢谢。来，回头休息。啊，你相信很多朋友爱来比赛哈，来报名专线大家报过来。999-388-398，还有传真天发，02-2778-231。好，等下到了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还没有多谢辛苦的 CBA 先生。先生，什么小
同时大家忘不记了，下礼拜同一的时间呢，大礼台，拜拜。